弟姊妹平安，真欢喜，咱会当做一分钟做伙来敬拜上帝，真正好，来信耶稣真正好。当咱会吼我靠耶稣，交托耶稣，耶稣就会摕着咱的烦恼，互咱逐日笑，使咱平安，使咱喜乐。咱的耶稣对咱真正好，就是咱做伙来唱一首真正好，来信耶稣真正好，请起立。真正好，来信耶稣真正好，真正好，来信耶稣真正好。我拜你拜你拜三拜四拜，我拜人对的拜真正好，来信耶稣真正好。耶稣真好，我要来落落，我的耶稣。
然像赞美你旋律响起，我的心全然向你。神灵的恩膏满溢，我的灵不再封闭。赞美你之泉如泉与沐浴，我心中的喜乐川流不息。赞美你云雾如雪花飘零，心中的热流让人深情。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，永永远远赞美不停，永永远远称谢不已。我要亲然向你献上自己，一生一世献上自己，一生一世将不顾离。当你和别人在说话的时候，如果你觉得他不是很专心听你讲话，一心二用，我想很多时候你可能不想再多说了。但是若你们两个人是全心全意的在交谈，彼此一定会觉得很开心、很快乐，会有更深入的沟通，可能还可以是无所不谈。上帝也是要我们是这个样子，全心全意、完全的敞开我们的心，跟上帝达到双向的交流，让我们献上自己，全然向你。赞美你旋律响起，我的心全然向你。神灵的恩膏满溢，我的灵不再封闭。赞美你之泉如泉与沐浴，心中的喜乐川流不息。赞美你云雾如雪花飘零，心中的热流让人深情。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，永永远远赞美不停，永永远远称谢不已。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，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，一生一世献上自己，一生一世将不顾离。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。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，永永远远赞美不停，永永远远称谢不我已。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，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，一生一世献上自己，一生一世将不顾离，一生一世将不顾离。咱是耶稣伊是伊家己的生命，拜托咱重视伫生命的顶，互咱过一遍会当甲上帝好好。安尼阮
享受天父的爱，拿掉我们的困苦烦恼，取而代之的是平安喜乐。不管在什么时候、什么情况，你都爱我，让我们能够全心单单的仰望你，也能全心全意的爱你。你的爱有譬如那甘霖，滋润我们干渴的心灵。在人不能的事，在你凡事都能。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为我的救主为乐。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主啊，请炼净我，成为你合用的器皿。愿你帮助今天的礼拜，大家都能够领受满满的祝福。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